动吃，来做事。因新竹嘅凤洞台吼，哎呀，新竹最有名就係鳳誒，就係鳳哦，大擺吹動嘅頭南無安同而且講鳳，鳳，呢種鳳吹鳳，哦，係呢種吹鳳，然後呢個加油，係呢個加油，加油，哦，多謝，一起加油呢！叫他加油啊！哇，你係會騎車很舒服係啊哦，哎呦，唔會熱，唔會冷。哎呦，哎，等一下，我帶你去試一家美國墨西哥料理。墨西哥料理，我第一棟好是墨西哥料理係嗎？哦，我同你講，美國人最好食嘅東西。真點哦。係啊。還有你墨西哥料理嘅吸煙，我用慢講。嚇？墨西哥料理嘅吸煙，我用慢講。墨西哥。墨西哥。墨西哥。料理。第二類嗌新竹最好嘅地方。啊，東溪台。哎媽，你好，哎，你好。我帶我的鬧熱打擂台是一個你好朋友賈斯汀來幫你介紹你認識。哎，好啊，好啊，二馬。哎，對，因為我姓馮，二馬，你好，你好。馮二馬你好。二馬昨天香港阿典故。阿林姑你好我，們今天要來吃你做的東西啊。哎是我做東西，嘿，是吃你平常吃的那些嗎？我平常最好嘅料理是 burrito， OK。然後那我再準備一個你沒有吃過的，什麼 taco， Taco。還有 taco，墨西哥。我最好是 burrito，還有豆子湯還有 nachos。哦。唔過吼，一年見面來有隻很難重要嘅事情，怎樣？一年就會來拜師學藝。學什麼？哎，你想後蓋沙沙醬還有酪梨醬哦，那個可以，你們往裡面請，裡面請。謝謝。我老人講，我打白了，大家一定是個酪梨醬還有沙沙醬。哦。該二馬你走得高，應該你們幫你走酪梨醬。可以，我料已經備在這邊了。我們會一個是番茄沙沙，一個是酪梨沙沙。我以前敲門啊，鹽水客家話用過，有冇？香菜，香菜。我講香菜。 OK。該你該幫你切，因為我不想要掉， OK。妝化得很漂亮。你會切嗎？我不會。要切丁嗎？還是？要切，對，切末，你切一個我看一下。這樣，哦，OK。然後再橫的這樣來個2刀，因為我們要切碎末，哎，然後你再這樣子。切過去。平常有切菜嗎？我兩邊好吃。那你就小心不要傷到手。 OK，好你試試看。都好啦。是嗎？有走對。對。那這樣就切定哦。小家，你家點會劈題麼？這個洋蔥可以說暗薑嗎？像切的暗薑，這樣可以吧？不管。有薑嗎？薑，有凍薑。啊，我最會叮了，你知道為什麼嗎？因為你是丁丁嗎？把它放旁邊。該香菜請老師示範。香菜，哇，你挑了一個很簡單的，easy one。你給我最難的。我就不想要流眼淚啊，切洋蔥都會一直哭。就這樣子，然後下刀的時候就切細末。應該第一百口你切菜，切菜和那邊是按豆白。哦，切都按誰沒？哎，按杯哦。哦。來看看。啊，你小心走哈，因為你坐着比較難施力。對。你手要這樣子，知道哈？擋一下你的手指。走對吧？走對，看是不是很不錯？可以去小吃店打工。再切一點，這樣好，走對。來。這些切完應該就差不多。剛剛切菜是衝掉尾時候，很沒有耐心的時候，因為牛排在。沒有，非常喜歡切菜，我覺得很療癒，腦袋可以放空。哦。那會不會放空就切到了？就這樣。剛開店會。哦，真勁哦。現在可以。你有幾隻手指頭？10隻。都還在。都還在。你削到指甲而已，還好。好。因為你說你很愛吃酪梨醬，那你來做酪梨醬。錯，哎呀。要做酪梨哦。那我做
你没配的选择，另外一个好，这个你们想要多一点洋葱味，你就加多一点；香菜你想要多一点，你就加多一点。 OK，这 OK 吗？你可以再多一点。这样怕太呛了。不会，OK， 这样子可以。我还想这样可以。再一把啦。啊，太多。好，那你喜欢香菜？好吧，好吧。香菜超爱。真的吗？那你可以加多一点。好，因为我自家非常好吃洛梨酱，哦，我头摆有做给拉丁美洲给你吃，嗯我加番茄、葱、柠檬， ，green onion 那个葱，洋葱，洋葱，这个洋葱啊，对，提供后吃能够有插一个东西，你猜猜看， Tabasco，没，就是香菜，嗯没，提供会搬个时间，庸素，哎哦，，提供庸素，那些庸素嗯，有加爱。啊，那你要有爱嘛？你用爱，我也有手套，我也有手套。你可以用你的爱呀，让你吃啊我们吃啊，我们吃啊，这个加进去，哎，还有辣椒你也可以加进去。还有辣椒，全部哎，很想吃了，动熊血嘞，那我们该走，你该走的， OK，按那个整个下去就好了。你可以用刮刀把它刮干净，全部哦，全部。全部刮下去。你一家袂对付看念做国卡莫里跟沙沙酱，嘿，你不会做？奶炒雞卵含有椒牛肉粉，哦，給時間我會加一些少誒。洛梨醬，哦，我平常都會有。哎，可能都好吃，你们去走比爱可能还好吃呢。为什么？嗯，我是不是洋葱放太少？是人有关系，跟人有关系。然後你有關係，我觉得你加，来过来现在可能再加点洋葱，颜色会漂亮一点。哦，不能输。加点洋葱或是香菜，可以让颜色再漂亮。人家其实开始 say 可能有卖摸从一走会按酱，我已经迫不及待。会觉得不够咸吗？嗯，盐巴可以再下多一点，试试看哈。现在是给 OK 啊，走对哦，走对。可以来这边上班了。那可以啊，你知道葱菜加太多了吗？葱哦，我自己害的。你太冲了，太冲了，但因为我很喜欢吃洋葱，我是觉得这样很够很棒味。，很刚好。洛梨醬有啊，哦，但单吃本来味道比较重，因为你们等一下配我们餐点吃的话，可能会嗯，融合的会不会好一点？可以了。谁做的怎么那么好吃啊？其實按我選咯。用嘅有強用也冇強用，嗯，哎，東西強用嘅，唔過唔加洛梨醬，它是多了一個層次，嗯，然後沙茶醬是比較清爽，它那个酸的动舒服，很舒服，有酸的嘟嘟吼。有，今天有准备塔可跟卷，我最喜欢粉这个就可以加进去，等下用你们的加，好，试试看你们自己做的加起来怎么样。好，好，冇問題。哎，可以翻啦。就按加值可以去了。这是你们刚刚用你们的酱料，走诶，那个是 taco 对，这是猪肉的，哦猪肉的猪肉手撕猪肉的 taco， taco，该那系嘛个这是牛肉的 burrito， burrito 的你看，你看，你看，卷。哦那个你加 cheese cheese，这个 cheese 哦，那个豆子，应该豆子汤系嘛，豆子。嘿，番茄炖豆汤，哦，虽然我们的热门的商品这样。那打白肉以后，我做点那改，点那改，点那改，就全部吃了。全部行。哇，那幸福啊！啊，都很丰，都很丰。哇，因为啊，我俩比二马那间店吼，应该给他新竹的避风港。好，因为 comfort zone 同温层要咪呐，就这边了。嘿，就那比，因为二马很爱大学学姐，啊，学姐好，哎，那一笔给太好嘅。嘿，台北艺术大学台北艺术台学，海陆戏剧系，戏剧系。哦，难怪你们那么有戏。谢谢还。有吧，没有你有戏啦。该二马基本身可以动活会编剧到午间，哦，之前是在做这个，转到来舞台剧的店，也是一种没人整的这样吗？哎，没有，是疫情的时候，那时候不是都工作都取消了嘛，然后就有去打工作，然后觉得哦，这个工作跟剧场的工作不太一样，生活的节奏不一样，然后觉得好像可以试试看，然后刚好合伙人有这个资源，我们可以来回竹北开店，回家店对，所以我们就决定回来这样子，因为我合伙人也是竹北人，
然后我老家也在竹北，对，所以我就回来，然后爸爸刚好也退休了，就一起这样。你就觉得做这一块做的比较舒服，比较喜欢。心里比较没有那么累，但身体很累。二马钟咧，准备先开始动翻鱼，因为相信啊，地性就唔掉鱼奶回是应该是会聊回吃东西要跟你聊天，然后更新一下彼此的近况这样。又一白，那以参加天川日黑购虫比赛 OK， 散购比赛。压力大到后，应该启动应该只该带资源，就是张亲文给你那个期盼这样全放在你身上，应该只死叉了，死叉了开门，应该只可能二嘛，该记得动我喊哦，开始讲，应该动甜的，应该一比天创一个比赛，就卖压力会暗台呢，应该只该柜台跳跳脚动台上，要不回声很大。客人在旁边吓疯，我也只能笑，我想说不知道怎么办。对啊，就把当都有在屌，所以我觉得应该是去楼下不应该可以在竹北可以抒发的一个地方。哦，所以我觉得你今天来竹北应该带你来，和那个好评。我你然后你讲，像这种地方是一个非常适合来这边放松。没错没错，因为我们之前有客人心情不好来，然后就说要点玛格丽特，我们就要给他喝。他喝完以后就说：“我觉得我好像来到了海边，我心情是不是？哦，还多投了100块小费。”哦，那人家不那种，就是墨西哥料理都给人家一种放松的心情。好爱是你做给洛梨酱。どうぞ。酱啊。该地呢，该地。要不要试试看？非常好吃你走下沙沙酱。你不应该懂沙沙。沙沙。哦，你看，这么好吃哦。哎呦。哦吼，你晚一点再吃啊，留着。被发现我是个邋遢的人。我们英文说你嘴巴有洞。有洞啊，今天有洞。有。刚刚有谢在开口。如何？真好吃，很好吃哦，还会做吗？那你吃你自己做的洛梨酱，有点害怕。那你来提100，吃塔口，吃塔口。第100哦。那你为什么每次来都点 burrito？那许多之前在纽约上课的经验，然后都有点 burrito。哦，也是一个回忆，就对了。哎，那也还好，帮你纳料2大酱。我刚刚突然间有了灵感迸发。开始就等一行，还走在做一个创意料理，来试试看。哦，你以为吃起来有半斤呢？动圣级，那我可以跟你要吗？当然呢，耶！那你们等一下吃完后面有事吗？我刚刚有说我宝宝附近有田，现在刚好稻子已经收割完了，稻子收割后都会偶尔会玩一个那个控窑。对，我们可以带你去玩，体验一下。在你家？在我家。真的假的？的田。哦，我很久没有控窑了，真的哈。这个天气很适合哦，不会太热，冻喉。我看一下天气。走对了。OK。好，谢谢你。该开始啊。哎，你气到极限了啊！我的小帮手，你们还忙来呢？你还没冇朋友啊？没忙，不麻烦。哎，你这邊有朋友哦。係同所有嘅朋友講，乜解？佢哋講下一拜大天發本佢哋嘅，唔會接。才刚在那边work out，好不好？健身。他们以为要来这边吃好吃的，结果是给他们餐纸。动吃，来做事。亲爱的二马，你不是说要带我们来玩吗？啊，你们不是要控窑吗？对啊，控窑要吃什么地瓜吧？不是已经市场买好的吗？我们这个市区小孩，我不是直接的。我跟你讲，我爸爸有中，我们直接去请他。哎，你不会来这边坐享其成，可以吗？二马爸要学。来，哎，我朋友来，哎，你带他们挖地瓜。叔叔你好。凤央，通信长你好。哎，龚老师，洪老师。哎，你好。你系贾斯汀。哦，贾斯汀，你好。中东西要中番薯。你系那个吗？恰杂布吗？我讲哈贡夹。哈贡夹。夹子的夹子。
哈贡姜他，共讲小。时候最喜欢玩这个，没错。这个地瓜很简单，但不好挖，然后我不会，所以我要请我爸教你们。啊，你们要自己吃的地瓜自己挖。啊，我推那边来拐，该片快些那嘛。边来拐。你看别饭书哦，之前我先要买饭书那种栗子地瓜，栗子地瓜又买栗子地瓜有提时种的栗子地瓜，好风会香。批，哎，哦，唔会冬天，哎，OK 肚肚好不安尼老人家是提强。这个 OK，好，然後我講伊提盤咧，我先嚟割嗰個聽，安尼割哈，割第八條聽來哈，聽就割長啊哈，啊嚟佢就邊我會唔會來？我細個嘅時節，我阿爸阿公啊，咩係種田嘅，哦，种地瓜吗？每天种番。馬鈴薯，哦還有南瓜，還有番茄。哦，莫割到自家手哈，哦，莫割到自家玉腿啊，还可以。玉腿鱼。丸呐，鱼丸呐。你可以吗，少宇哦，？少鱼可以，少鱼可以。贾斯汀差不多了哈。他是那再割那做得咧，做得，不能說做得咧，我老人講停下來，哦，因為我閨女都會挂着东风仪，割得都會講啊一直，割下去。你先把刀子收起来。白番薯哈先開條，大概可以叫來示範俾你看，哦哦，開條，哦，因为可以种到中間，還有要叫啊開條你看得到你會都係番薯哈，番薯底下你俾得卡，唔會嚟剁佢。哦，哦，看到嘞。好，那如果是哎呦旁边的呀，哈，哦，好来，咱等一下哦。这边他弄，但下一边换你们用哈。对吗？那没有番薯，你还塞条哈，没有番薯。好来，我买，哎，咁容易嘅，换谁？换谁？就是你啊，來來，恰恰，哎呦，這樣嘛哈，哎呦，太力都還，嘿，哦，沾，哎呦，分了。哎，過來咧強中年哦，农夫的孩子，果然有在健身。一槍哦，哎呦，三個退化冇半點錢，要繼續要別的哈，好，啊別的要怎麼洗順啊？你還帶得哦，你會把它再站起來，按樣翹起來， OK，翹起來，莫會斷體係冇？斷體。挖深一点点再敲，不然容易本期看呢，深一点，下深一点，对，再拉下深一點，对，下深一点拉起来。哎呦，漂亮哦，这样哦。哎呦，按这样哦。哎，有，哇，張，动酱，动酱。因为我們這個沒有下農藥，也沒有下那個肥料，所以就是長得比較健康一點。动好，我也要玩，我也要玩，換你，我也要玩。等一下，我從下面，深一點啊！我可以很優雅的這樣。按懂拍下乾苦啦。哎呀，好幹苦我哦。懂 vet 的，嘿，按是 vet 的，哦，你做到啦，一直起都要沒有，我怕它痛，按死，會痛嗎？按痛，拍誰哦，拍誰哦，哦按後，我用手挖一下吼，被用音。仲下去我等幾久？ 2個半月，嘿，哦，要那個投降隨時哈。我們不輕易放棄。慢慢的等你。給你，他空調沒得吃啊！油嗎？哦，不是這樣，愛用手，我是用手來，手這樣來。好，大哥，好喂，就麻煩咱們的斯汀大哥了啊。哦，動醬哦，該哦，有剛剛哦有動態，哦，漂亮。嘿呦，拔地瓜，讚，很多了。你們應該沒有要吃那麼多吧我們？應該吃不了。好，我們離開這個就是挫折之地，差不多了。我們等一下趕快去控窯。完工，走太后，太后，我們大步往前走，手裡拿着鋤頭，還有手電筒，嗨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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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來這邊打窯。來起腰哦，有哎，冇有啊來，我教你個起， ？OK，炸料拿起來，可以做。俾那種嘅沙摸頭，切隻安起，哎呦，兩炒涼邊兩邊同丟落去，然後拿起來，啊拿起來，手稍微熬一下，那表下到旁邊安尼帶起來，啊慢慢地帶，應該試看，應該試看啊。個摸棍咧，佢都係佢拍開，摸棍拍開，我講係拍開。啊摸棍拍開，開炸。分片，好分片，
用脚掉落去，嘿，好，往后。起来，哎呀，要不要太抬高？哎呦哎呦，唔咩？放在旁边咧，太贪心。哎，慢慢倒呀。用半日一停要到頭嘅喏。你無摸頭吼，佢會拉會散體，哦動腳散體，你摸頭佢會下對好對啦。是的，结构有根的感觉这样。哦，所以主要是要有那个头的。就這樣，動牆。 OK，喘了吗？喘了吗？赵宇喘了吗？我告诉你，怎么了？因為我吃不了苦，其實要有請來幫手咯，要來點修。假設你做得嘛，做的，做得好大當然做的，我鄉下人，啊，想想，阿爸我唱門啊，哎，嘅所有種田嘅人嘅文化，也係客家人特別有嘅文化，到台灣嚟講哈，嘿，客家人、又係福佬人、土馬友，我從來做生意家下哈，因為冇東西好食，所以我常常會利用機會哈嚟曲番薯，曲番薯，所以我動不起油咁樣。安妮氣到急死了啊！我的小幫手有沒有還忙耐呢？我已經沒有耐心了，母羊座已經冇耐心了。還是你嘅朋友咧？你朋友呢？你係咪冇朋友啊？沒冇，冇辦法。哎呦，你們來，哎，你真係有朋友哦！哎，有朋友哎，来帮忙太。高興幫你們。嗨，同攤數，你好。來，給你做。打擂推嘅伙伴呐，哦，伙伴呐，哎，你好呀。還有兩個係腦嘅打擂推嘅前輩啊。唔係前輩哦啊，有他大前輩。啊，大家來中國誒。哎，還冇莫緊個，挺熟啊，插科打諢。我我們來插科，幫忙，你負責拿。你負責拿好不好？拜託拜託。我铲给你们。好，你們知道為什麼要有這個嗎？為什麼？你弟麼？弟，對，沒有聰明。沒錯，拿给阿公。哦，謝謝。我唔該，按樣手嚟扳一下咯，按樣你把哈，手套慢慢標按樣。哦，董事長吼，我上白控窯吼，一定係該寫小學的時間比，較好聽。哦要全部在旁邊搞，唔地按難哦。哎，原來所有的苦力都在男人身上的。應該第一擺係啲花蓮，啊，嘿，啲花蓮嘅原住民嘅獵人學校，哎，嘿，這個做嘛？啲森林杜杯，嗯破外景啊，外景啊，我見，啊，記得講啊，早上頭不給你吃啊，哦，要起火，然後把這個雞燜起來，然後等它烤完之後才可以用。哎，哦，你知道我們要起火，自己用那個這樣起火啊什麼的，我弄了1個多小時，什麼都沒有吃哎。我到時候我們把那個雞挖出來，連土一起吃哎。哇，哦，餓得要命哎。都市創謠咧，哎呀，哎呀，太早咧，太久咧，係同少宇嘅朋友講，大概。佢都講下一擺大天發本佢哋誒唔會接我。記得，還剛才在那邊 work out 好不好？健身，他們以為要來這邊吃好吃的，結果是給他們鏟子。哎呀，先生，你看安英碰先生安英做得麼？辣麼？要含面強啦哈，好面強哦哦！面強哦看到按穩固呢。你看該被網睇到，哎没關係，我們就知道今天量子很難搭好了。我爸爸昨天已經搭好，我們已經燒好了，好貼心哦！一定可以有，一定有東西可以吃。哈可以吃飯了，哎，大家可以收工吃飯了。我們先去把食物包一包，丟進去燜好。新夢，謝謝你們，新夢，謝謝，什麼太噶？新夢，很感耶！去吃東西嘍，準備食嘅，準備食嘅。今日帶來買嘅東西啊？今日呢，我要做一隻好 fusion 的食物。哦嘿，一個 fusion 非常 fusion，應該有下酒挑啲二馬來點咩做嘅沙沙醬，還有酪梨醬，加掉安應該起到係客家嘅元素。哦，客家元素。因為加咧橘子，要係呢段時間係橘子盛產的季節啦，所以要加橘子，還有加柿子， OK，吃誒，然後還會做係你買嘅你等下啲。 ？OK OK，咁你要做乜嘅？冇嘅冇嘅你要 OK。做乜嘅？我今日我會做這個番薯，番薯、番薯還有豬肉，豬肉，烤完以後烤豬肉烤鐵以後以後還烤鐵以後還要做只有台灣獨有的醬料。哎，
神秘哦。还没其他耶？有哦。哦，我觉得等一下我们应该这样分散行动，来给彼此惊喜。走的。走的。哎，义军大概挺啊，喜一句了，来到了 Emily，好了好了。歡迎咁快啊！來係你耶，又係我咁你係唔係肯愛那個鋁箔紙啊？歡 OK， 好，我哋要先依靠哦。好。哦， See you later，拜拜。拜拜，一 PK 咯。哦。哦，这个动作要快。现在都冇叫佢冷热气就跑掉了，食物就不会熟了。你说是他吗？對，他讲你坏话。打下去。他是你的前男友。哦。我不是你前男友。懂吃，快做事。今年我有在做一家 fusion food，我還沒摸做過。唔係嘅，唔知係冇做過。因為我一直想講，哎，我跟參與一下，感覺很有機會，所以呢，我是很強意哦。好，還同天數。好，那我們先切那個，我們絲誒，對，柿子。好，然後把皮削掉之後，把它切丁，然後給放到那個guacamole底。OK，好。我還有帶那個結醬，你咪做得先試看，你看，可能是結醬啊，哦，結醬啊，這樣有搭嗎？應該是可以啦，哈，你就可以把它加進去，我們這樣子幫我調一下，那好不好吃就自己看你。來喲，好，要來包了嗎？我帶多東西哦。哦，做得薄了，哎，來了正批。我們玉米要先用這個鋁箔紙先包起來一層。玉米它嘎方用嘛講？保秀，保秀。我爸爸會，我包起來。好，那我們來包地瓜好了。好，地瓜我們直接拿報紙包。地瓜，用蠻講。番薯，番薯。那鋁箔紙呢？夏季。哦，夏季是什麼意思？席子，夏季。哦，啊，等下豬肉也要用鋁箔紙包。豬肉夏季的薄，我以為溫豆奶蘸到泥土，溫豆奶。哦，番薯係用汁哦，這樣子皮會比較乾，比較好吃。不會燒起來麼？唔會尖碎。哦，尖碎是唔會燒起來。尖碎哦。哎，我來到台灣16年哦。嘿，古時候我喺台北嘅附下嘅陽台，嘿，種咁多東西誒，做乜嘅？其實全部是鐵的。是的。那個青蔥哦，蔥啊，哎，哎，懂厲害，你知道嗎？我去年買20年呢，20年嘅20年的蔥哎，懂便宜哦。20年的老蔥。啊，沒那個元錢啊，20塊錢。 20條啊 K 哎，20條。哎，它碰到水，我發現它發芽了。我的那個20塊的蔥，我去年種，我用到現在，唯一成功的。對，唯一成功的，唯一還沒枯掉了。自己很喜歡包完以後再給它裹一層泥土。哇哦！你了解副卡始終控腰麼？當到我後生啊，我朋友啊，哎，我來控，我要控腰趴，還有5個趴。對啊，這個是第2趴而已，還有3趴啦。還有3趴。二馬也是從小這樣玩到大。冬天有回老家，堂哥就會帶我們去，誰家的雞蛋拿一點，誰家地瓜拿一點，然後就這樣丟進去。你愛這個嘅副卡咩？天時候嘅時間，都會啲愛杯希望。哦，希望。哎，BBQ。謝謝。都有哎。都有啊。就覺得起火就可以有一個團結的感覺。圍爐啊，圍爐。哎，圍爐，對。圍咁入。有做乜嘅？我係做水板。水板做過？我地府看那面試過。一邊。好了喲。所以呢，水板先不用那個，再來米粉。你看義軍跟伊維平常時會煮飯哦。會啊，但是我阿婆請教我呢。應該未係呢。你知會煮飯？係，我係誰是阿婆？我阿婆帶甜甜。啊，水板冇做過。你阿婆唔會做水板？嚇？你冇識？我阿婆唔會做水板。真嘅。嚇？我應該煮凍啊，係時沖麥子好咧。我阿婆是會煮雞湯甜甜，死豬肉煮雞湯，還有媽媽會煮啊？唔會。唔會。你媽咪。鹽加適量，所以人家會有個再來米粉跟太白粉，然後跟鹽，加一點點水。咁你阿婆最會煮嘅係咪？阿婆，乜嘢攏會煮誒？佢個傳統嘅菜攏會煮啊。我正常係最特別嘅菜就係
狗力菜滚筒，南部客家人很常做这个腌制真品，的哦这个制品，对，我冇試過呢。我是狗力菜我冇試過，滚，我冇試過。是那样，今日挑戰講去阿婆最常做係高麗菜乾湯，嘿，該係牛慢人煮哦。狗力菜就是盛产季的时节啦，阿婆伊人会从狗力菜拔起，就一批一批拔下了，然后晒壁藻，去无糖，去无糖晒壁藻，就晒干，其实它要好几天的工程，然后晒藻之后，人会去卤养，让它脱水，然后再晒曝晒好几天，然后它会晒成高丽菜干。啊，晒藻的时候，还会挤干呢，就是把它入到那个酒瓶罐子里。然后它就可以尘封很久，就是你放越久，它那个高丽菜干的那个甘甜会更浓厚。这是我觉得是目前的南部客家人最好会做呀，最做呀右面种菜。全部整家人都會做，嘿，很多人都會。同埋係糖到水辦公去台北的時間，係當天擺糖到買很多水擺。哎，真緊哦！南部冇買一次水擺嘅。真緊哦！該我該係寫先吼，阿婆帶，該買摸死青嘛，大概要 content， 因為阿婆屋企係有灶台的。哦，就那種以前是要燒灶的，可是沒有在燒，因為還是放那種瓦斯爐，就跟那種大塊炒店一樣那種。太木頭，應該只會卡送去哦。做嘛？搞水，搞水，泡在缸裡面。搞水是。哇，叫我壁櫥那樣子又煙啊、通啊，該凍好喺那邊偷吃味精。味精很奇怪吼，小時候吃味精，凍奇怪吼。你係啊，你啊，凍奇怪，應該就甜甜的凍火是個感覺。但是應該沒定有賣嘅呢。這時間冇買總少。冇買，所以是味精。該以後會等於水滾，還有剛剛兩份啱咪昨天放你甜書嘛。呀，八我還剝橘子好。八角咩係咪？嘿，剝橘子。你可能來，我們現在來現場試吃看看。然後tomato，然後呢，我們再沾一點點這個芥醬，看什麼味道。芥醬。哎，我覺得墨西哥人也是客家人。他們沒講。哎，很會 work，非常好，非常好，非常好，非常 peace 嗎？非常 peace。我覺得我很有才華，但是都有煮飯的才華。好，可以了，好來，準備好了。你要按着扣着，精細的扣着的哈，用手拿鏟子。OK。壓落去扣第一層，好，慢慢的來啊哈。等一下哦，還沒有。你可以丟食物的，比較順序嗎？它唔會熟嘅哈。它唔會熟。它難熟的先來，旁邊的哈，旁邊的。好。分散的，冇貼到空哈。冇貼。分散，燒冇冇動湯哦哈。好。用來空氣啊，對不對？好，你要來做第二層了哈，來用海。哦，用旁邊把它打下去。嘿，第二層加熱。要少奶哈，少啲奶哈，都添一層的。哦。鬼蝦冰落去啊！全部給它丟下去。哎，鬼蝦冰落去。你要拿圓鍬哈，撒料，還有大海。做的，都年做的。好好玩。門球不敢拿起來，來別球來。哦。同時候咧就填落去，來，把土蓋上去。他是你的前男友。我不是你前男友。哦 ，OK。填落去啊，哦，填落去，讓它打。打到唔會漏氣哦，冇漏氣咁就得咯。哪位？隔壁啊？係要漏氣，入邊係要冇漏氣哦。200多眼條喺貨攤呢。哎呦！哦，這個動作要快。對。因為都冇叫佢冷熱氣就跑掉，食物就不會熟了。你說是他嗎？對。他講你壞話。打下去。OK。好。好。那就給他等。清蒸哦。做的。客家鄉親。哎，客家鄉親了。對，再整2個小時。客家鄉親了。嗨。好。那我們就去休息等待。好，我要去做醬料。那可能啊，水蚕豆为滚类，我们下来成败于这一刻了。来喽！我等你。啊！看看，来，冻加。加热水的原因是因为它要糊化啊，糊化，热水它才会让它变糊。
又成功了，成功了吼！因为咱算成功啊，因为上爱用音，格的爱用音，就得，那你就做得了。係幫佢拿了用雜文過好嘞，好，用雜文弄好之後是外來送到文第8度。1萬。差不多8分滿、7分滿，因為機會蓬起來，就我們再弄得更滿。對，先要電鍋熱，你看電鍋已經迫不及待了。我先試試看那個面糊，讚。那我就要下電鍋嘍。哎，看起來真是幸福，你們好好的長大哦。好嘞，再等餐豆一點40分鐘。你刀工很細膩，不錯唄。我現在來調醬。不錯哈。大家好哦，你一直在幫我切切。剛剛有了洗米頭，剛有想我個瓜卡莫里來個2勺酪梨醬。酪梨醬，然後呢，我們再加個2勺。阿婆說不可以繞人家的手臂，可是拍誰吼？可以，走的。我們再繞2勺柿子。你看個醬啊，那個是個醬啊，很醬哦。是的它。是的呐，然後再加1勺。剛剛講一點動火線，越停動火線，天才啊我！哎，坑可能會充滿一點哦。嘛改安迪哦，走對啊。裝來了。哎，可是4個。那人家試味道。大廚師味道。哎，不辣鹹呐。如何？不辣鹹哦。韓走對，我剛剛經歷了一場很辛苦的水板戰。你嘞？你們那邊嘞？那邊都烤得差不多了，我來這邊做醬。哎，我你來先問你來做嘛個醬？亞黑愛的發蓮，發現嘅醬，冇嘛改名。啊，無名醬。你嘛個鬧熱啊？年紀的。該是個感覺嗎？哦，你不是那時候很討厭我嗎？我哪討厭你？誰說的？哎，不要亂講話。兩個心結啊！我沒有感覺到該種感動哦，但是覺得在他身上學習到很多。雖然說吼，還想把他打下來。他畢業之後，我就會說，哎，我之前讓他的，可是對，真的，我第一次是總會共銷哦。懂吃懂吃，快做事。試看看。你有什麼味道？我覺得很像蠶寶寶呢。啊，有一點點。有。哎有，我知道了。熊嘅，很像胡椒的那種胡椒味。檸檬、刺蔥，台灣獨有的，還有鹽巴、水，還有最重要嘅有蟲嗎？那個蠶寶寶。辣椒。辣椒，這個是米酒醃製的小辣椒。哦，以為有米酒嘅香。很舒服哦。有，醉咯，醉了，開心了。因為我們不想要這個刺蔥飛走了，所以我們先加一點水。然後我們的刺蔥飛走了，我去幫你救。我們這邊還有，不用擔心。哎，你那位，還有。先把它裡面的那個梗弄掉。動我血辣，奶粉。用它的葉子。辣了。刺蔥係長在樹上的嗎？嘿，葉子嗎？是樹葉嗎？樹葉，這棵樹是長在台灣。台灣。但是你總擺起該鬧熱啊，年紀的，該是個感覺嗎？哦，你不是那時候很討厭我嗎？我哪討厭你？誰說的？哎，不要亂講話。兩個心結啊。我們可沒有心結。哎，恭喜哦，恭喜哦。有一點不是那麼喜歡而已啦。對，S 姐，誰是衛冕者？他啊，他是衛冕者。未滿18歲。衛冕者。你怎麼說得出口？好意思。哎，該是起頭，應該起頭，你那個時候很認真啊，我真的是有被你嚇到啊，因為那本筆記本。因為哦，你看確實是可以哈 boy 哈客家字一個字一個查，是因為你。是嗎？真緊，因為 MD 萌點上面一個字2點半給你咬，怎麼樣把字咬完？我就是這樣聽過去。應該始終應該哈 boy 動喉，應該在跟糖過去。哎，你一個筆記本拿出來的時候，哦，超一個。白天嘞，他就是對於研究客語這麼認真。不會，其實給勇士啊，用啥始終把很多好聽的客家歌曲傳來傳去，然後就交流。通常他們傳播你個對，互相鼓勵。我們反而我們互相陷害。
没有，真是很喜欢把我们当我们在中间出去散散步，一起谈心这样啊。真的，我们去比赛的时候是一个蛮快乐的，真的是时光啊，没有很厮杀，是不是？完全没有哎，不会，我没有感觉到该种感工哦，但是觉得在他身上学习到很多。虽然说吼，还想把他打下来。他毕业之后，我就会说，哎，我之前让他的啦。可是真的，我第一次是东说，非共销哦。反正开始觉得有一个这么优秀的人，然后在现场他的表演会让你觉得非常的有被激励，有被感动到。有，我也应该也有吧。有，我好喜欢听你唱摇滚。哎呦，你很红哦！我对啊也是很喜欢听你唱歌。我最近曲风改了。啊，你又改了？没有啦，就觉得好像回到在音乐比较深层一点点的揣摩上面啦，不要就是直冲冲的这样子啦。因为他那时候应该自己在给我讲，我觉得你应该要更有自信一点，你应该要觉得自己很棒。嘿，因为爱当你从摇滚卖酒给实践，你本气噶给嗓，冲出来，那个自信是满满的、完整的、厚厚的，厚的，厚。对，那时候我就觉得说，那你老秋婷姐有出唱片，我一定买。我们就两个人组帮二重唱一张。到下一场你总不赶快出一些客家歌哈？啊，有啊，已经在写了，已经录完了。真的假的？对。还蛮发，好，那我们就即将发行，我们期待，一定要期待。快吃我做的这个酱好不好？来磨哎，很好吃哎，徐静雯要不要试一下？信我 Emily 来相信我，这别有一番风味，很好吃，是不是很好吃？来，还有肉梨酱，很香甜呢。肉梨酱快点，那人很好，是真的啦，真心不骗呐，真的很好吃，真的天才厨神 ，fusion 王。看水板有好吗？那这样我们要看水板做成面，我现在很紧张，哎呦，有成功！哎，很棒，很漂亮！天才厨神，不好意思，懂碎哦。等一下我的水板也可以沾沾看你的酱。耶！那这样你们控窑是不是也差不多？好了，随时可以打开了。哎，走来开饭喽！开饭喽！成功！你们那个成绩，我要挖出来。哦，哎，没问题，开始啊！天上来的。谢梦冯老师，谢梦冯。哦，这个你要看一下是什么？它这个番薯啊，它是番薯，没有，保秀，有土的感觉，很美呢。这个是蛋，要调料。啊，煮那个猪牛的地不？对，在这边。哦，猪牛哦。有番薯。啊，这个已经破掉的那个地瓜。可是看起来很美耶，这个食物可糯糯的。Let's do，我嘞，差不多嘞。耶！做得先。可以熊。哦，肉干吧，很酷哎，变肉干了。很酷哎。脆饼。如果说它其实很好吃，肉饼干，它火候再好一点点。你这控腰冇简单呢，冇简单哦。时间抢救的啦，早你要2点到2点半钟去剃度好。你再开看另外一个会比较不肉干一点，只有边边有一点点焦，这块很漂亮。哦哟，已经烂。那我想吃吃看你这个配这个刺葱酱。蛮好吃的，我来配，好辣，是用猪油泡的，很辣吗？啊，典故做的种，还这样，自己沾，蛮好吃的，可以用食物喽，沾吗？走点么？对，台湾独有的。哎呦，那我来吃。你要搞俺有没有做啊？哦，没问题啊。你们不要一直只夸奖贾斯汀娜，要试试看我的 fusion 好不好？好，来试一下。然后吃完之后你要跟我评价一下。好。酪梨酱还有嘛？柿子。其实蛮好吃，是不是？像是就讲客套话吗？而且有吉酱的味道。嘿啊，应该有加几种对地不呢？是
因为水板吼，我们一般上面会加菜脯跟那个萝卜干，right？ 黑吗？哎，那很天才厨神，很搭这个鹿里酱哎，这个更惊艳，再还沙沙酱哎，你们要不要先吃？还有我们店里的酱做的店里 Plus 版2.0，还可以吗？那容易不开去种，你这边容易不开去种。 OK， 你们加了几酱啊？这个水板，水板不错哦，你们要试试看这边。我都看它比农业大擂台比较久。板烟有冇？我吃到去农业大擂台，不只是有机会练客家话，有机会练习舞台风，舞台风，我有拍节目。 还有主持人啊什么的，不过唱歌的部分，舞台上，对，我冇舞台。他你真的很有天分呢，都动头呢。会，都是装出来。哎呦，怎么装？线上告爱好吗？紧张的时候就是要演不紧张。不过我比赛比扮演以後，我俩下上台唱歌，滿自信。哦，唔會嚴重啊！ 我跳摆，我提摆，我喉咙会缩小。你紧张的时间，紧张的缩小。然后很多时候他们在节目上说，哎，假使你第一段唱的有点，好像喉咙没有开啦，你后面就唱得很开放。因为我的喉咙还蛮开啊。那现在一上台怎么快嘞？哦，一准备要上台时，全身开的，感觉打通任督二脉的感觉。对啊，现在啊，真的是我觉得闹热给我们这个机会，这个舞台，练出一个自我的自信，自我的一个台风。我都去比赛嘅时间，冇比赛嘅感觉。因为捧孙给你呢。总在聊。不管是主持人啊。剧组，其他的比赛啊、参赛者啊，然后评审，我觉得大家都是让这个有一个一起共下，大家共下学习、共下学的感觉。因为许多刚刚安，我要把你比下去，一定会讲因为动好，他那从安英共下的学习，安英共下进步。那时候线上本嘅建议咪全部系动食材，咁樣咪哦，那個到底好好學習嘅地方。不只是在那邊啊，我要講話了，唱得很好，走音了，或者是或是講你怎麼樣。我知道你愛學客家話，你中意唱歌嘅，啷個打擂台？洪先生，點啊？我要參加啷個打擂台嗎？我要參加喎。 好，你講啦。加油！加油！加油！希望一種係客家鄉親。嘿，那人唱下來唱山歌。哦，你講啦。對咯，對咯。還有嘛？還冒失的報書呢？報書。好，我想吃這個報書。很用冇？不要改，快。快看。這本你看，OK 的啦。哦，做對。 Everybody 是梦里，我爱利用音乐充满热烈，心事给 Everybody 我自己。欢迎你老爱跳下唱歌，快乐的明日天。同山共发发我把眼。